湾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上色，来逢追么来相逢，四年朋友大家好。大家都知道，评弹的演出分为双档和单档哈。对。那除了评话之外呢，单档的演出目前来说是比较少了。弹词单档表演现在真的是很难找到了，已经。但是呢，垃圾平台刚刚起步发展的辰光，大部分啊，不管是评话还是台词，侪是单档表演的。哦。让当年台词女演员单档表演的，像有四代的演员有台词王后范石君。那么后来呢，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叫王晨芬。哦。那么再后来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专门弹唱第三音乐的就是蒋云仙。那在今天的名家名篇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弹词女名家蒋云仙。那说起她，说明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这时候电视台还没有普及，那电台的广播书场却相当的红火。对，苏州的街头巷尾，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捧着收音机来收听蒋云仙担当弹唱的啼笑姻缘。讲得一点不错，搿些辰光呢，我还蛮三了。确实是有这样一副神经。搿辰光让播放呢。家家户户侪让收听员楼来放了让广播里向设个播放频数我是那么可以讲是波澜壮阔，好像有半个中国人民啊，侪让收听你个节目。但是呢，让你江头搿个一档还是半壁江山，家家户每人屋里向侪搬大起收音机上收听蒋云仙个第三个音乐。搿个一南一北真是一幅当年评书台词个美丽画卷。没错。蒋云仙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声名大振哈。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她的艺术呢？我想啊，蒋云仙个表演艺术之所以受到大家这样的喜爱，你是肯定辣继承的基础上也有了你新的发展。那么我曾经听蒋云仙个老师叶云梅先生讲，你讲你搿个两代艺人的表演啊，虽然不同的是以前个老先生，但是普遍坐辣凳子浪向说唱的，很少立起来。而蒋云仙呢，虽然是突破了老先生的一种方式，你立志起来，是说的。这个呢，伊才能多方面的表演力的艺术，有了一个立体化的表演。是啊。蒋云仙人物塑造也是相当成功的。那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电台里收听她的节目哈，明明是一个人在说书，那却仿佛是好几个人在一起说书，非常的热闹。对，很多人侪有这样的同感。蒋云仙塑造个女性人物啊，比如沈凤喜啊，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唱大故事的姑娘；关水姑呢，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压抑女子。那么侯丽娜呢，这是一个洒脱不羁的大家关水。那么你说起个男性人物还是各不相同。吕将军是一个恶狠狠的残暴的军阀，沈三玄呢是一个鸦片局，而男主角范家义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其实还有一个人还是十分的成功的，所以理想的上着人王莽，与之里真狗诗人的，所以与之呼吸，与之里呢正义所以周身之下挑松了抒情啊。对。好，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由蒋云仙担当弹唱的《啼笑姻缘》选回，逼唱堂会。陈凤喜，将军有命令，叫到面前去唱。哎呀，凤喜向我今朝不离到手枪，别来个子了，逼唱堂会，再不来娘也吓死他子。我总想改次千人把眼来也讲点道理。现在觉得我们这里去唱不是好事体啊，李子也想收容我。根本我病来了台上想，你演我唱我就在台上唱，我们这里不气概。在他旁边个深山有，哎呀，我说凤喜呀，这将军叫我们到面前去唱，这是给咱们面子嘛？哎呀，走吧，走吧。卫兵一个啪，够一挪，一个挪够吧，好了，一个走走。那么凤喜兵出来，这下抵达之头跟那里都有的。莽君子离台门前一大路上走过来，离开楼都是个只台子，大概3尺龙光景，啪啦，3个瓜子打一打哈，给我拔上去。包将军，沈凤喜叫道：“今朝要出气的，接上凤喜，虽然带子来门前，可没见我唱。”我听到今朝太太的唱不就唱着我，就蹦就蹦就蹦蹦就蹦就蹦就蹦蹦，唱他一扎水出松个唱他一扎水出松，
预备应付他一什么爱上让我这的担保，分析的累的是，但也是一记袋子。住口！诸位，你们看见了吗？这个沈凤喜，老刘看得起他，我要跟他交一个朋友。他打起臭架子来，看不起我们当军的是个老粗。我后来把张天师和照妖镜那么一照啊，嘿嘿，把他那个本来面目给照出来了。什么的个东西，还不过是个长大鸡，我的小脚姐吗？什么些？我问你，今天俺把俺的同僚都请到来，把你的同行也都叫到，你看看，还是你行还是俺行？你看看哪个懂啊？常大哥个蹦蹦西个带口相声个，好不牛仔子个，提琴字典个，你看看我动力去搞吧。军长、师长、斗长、旅长。赛期末还有一个营长的嘞，谁是打仗这个？啥你去干？老子有钱，我教你堂会，你敢不来吗？你敢不唱吗？俩鬼不唱。沈凤喜，个什么？三个地洞往真地比地落走啊！人人眼里，时日眼比，该是这样的个呢？那个种闲话讲得来，实在是拿我摸得淋漓尽致。啥些在南阳运动的艰难单位，你阿狗不来，你阿狗不唱。来是讲一声，我狗背狗是已经读出自己的恶业这样，你今在那手枪自然是我逼得来的。得放心。起初因后没完大这步，想我是7号10月一首月，因后否都把单位收，他与诗，他与酒，只为闹聚集婚姻结私有，他想使其人说如酒，老百姓哪来是有酒？斯大林的内大皮。深入给错误，还是发怒再续周家有。我临时出来人光，娘再三关着，你也三记硬币啊！你非去打理家是家不走，这些警察给了上面应付够，我当你不进反等着，你里里喊喊里快点打嘴巴，忙着怒放，这刚好最打得起，牺牲我们个外头呀。所以不行啊，见到眼里嘛都被你想一我气。二叔，你谈吧。你对吧？哎，是，
既然将军喜欢听你唱，那你就将就的对付那么一段儿吧。这时候雷德是听见了一个觉悟，砰一日鸡蛋子呀！什么？什么叫将就？啥个叫对付？老爷有钱，我教你们的堂会，你就要听得俺满意。你今天一个唱不好，我叫你唱两个；两个唱不好，给我唱4个；4个唱不好，唱8个。今天唱不好，唱到明天；今年唱不好，唱到明年。这一辈子唱不好，我要你唱到敲鞭子那个命归阴。那么生了完了，唱法还要发个介绍。一家让我唱下去，唱得我无以为继。旁边个马军长一看，哎呦喂，懂了，晓得在。今朝的大动哥哥，这位开始俺个身位，原来目的就是为这个沈梦溪姑娘。后来并不是啥个虽说2、3岁手手的事体吧，你可中理，姑娘不答应。哪么来今朝用这种办法？因为那水里有酒有事。那是讲，你吕将军做个事体啥人过？打出来讲句话，没人过。别人见他怕，不是不怕的。你妈妈两厢情愿没结婚时，一厢情愿没得意思的，对吧？嘿嘿，你岸上有啥意思啊？我不服帖，我倒要打上一个宝宝瓶来。所以个雷德是非当时起码一个啥3个姑娘，3个这里我地路，2只手碰波手，我吃了稳当，呵呵，不一定啊。今朝马军长随时要出来讲句公道哟。一代沈梦溪，只能够讲阿怒吼，规则阿说，那对吧？我今朝非要唱哈不唱哈的说法。难以大过这个一回，因此深山有个只椅子带得特别当心，风息还独自稳定性了什么？等到一出大鼓唱舞，好，大家在那还好，非得把你还好不听这个雷都是阿郎低头的呢，呵呵，这姑娘聪明啊！非但面孔漂亮，你这是好，该唱得了声情并茂，该个人叫哈，唱得了一样灯抽，是动人啊！就说听这个雷德说，这些人光忘记他这辆百里车队心里嘎头一层，根子大块一道浪还好，也好，呱呱叫，这个姑娘我还得来我棚里上玉米子的，分析的啥？大家还好。一片很好的声音当中，盖一声叽叽呱呱得得别别切切不离个声音不好。妈妈，这个姑娘唱的那么好，大家都在说好，怎么就是你一个人说她不好哎？哼，这个事情呢，你要问问大家的啊。你一个人说好，不能代表这么许多人呢，是吧？嘿嘿。我就不相信，怎么会说大家说好呢？你也不行吗？你问吗？我要问的，各位啊，你们说说看，这个姑娘唱的是好吗？啊？哦，好的，嘿嘿，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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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也乖乖都在说好的。哎呀，哎呀，你这个广东人呢？你怎么也在说好？你听不懂的，你不要胡挑哎，嘿嘿，胡挑要到私人家里吃豆腐的啊，这快没得死人呢啊！哦，是好的，哎呦喂，乖乖，哎呦，乖乖，哎呦喂，我服帖了，累的是的呀，你吃别了，干许多人在浪存在啊，俺可见，老妈你说了，对，我说了，啊，这么说起来啊，姑娘唱的是好的，我这个耳朵不好，我听不懂啊，对吧？哎。所以说以后啊，你就得听听俺的嘛。对，我说了。哎，那你姑娘唱的是好的啊？对，当然是好嘛。我
碰她的场嘛。哎，对，你碰上的姑娘不会推别的啊。哎呀，老女啊，我好像听说你刚才讲过几句话的。你不是说的嘛？这个姑娘一个唱不好，你发她唱2个唱不好要发唱4个，4个唱不好唱8个，今天唱不好唱到明天，今天唱不好唱到明天，一辈子唱不好，你要叫她唱到桥边子那个名贵人。这个说话是你说的？是我说的。那么老女啊，唱的不好要发，唱的好就应当上哎，对吧？这个就叫有上有发了。既然现在你也说他好，大家都说他唱的好吧，没得话说来上他西气呀，让他回个去了。哎呀，累到是想好带苦耐不真的，对这个大秋子郎帮顺风是个忙啊，咋天天能够起劲啊？那这个顺风也不是请酒，也不是帮，今朝帮这个忙是干啥的？晓得这话，我不得，还是啦？我与是干一位姑娘，那身边不姑娘了还。那么是干非外在顺风心来陪我不再打你去接个洋气姑娘来陪陪呢，非来进来我说啊，红妈在旁边守定。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叫红木店呐，这个名字倒是怪怪叫，蛮好听的啊。你带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是把胡琴呀。哦，你带了胡琴，你会拉的。你不但会拉呢，你还会唱哦。好啊，你就跟我来个一段。好哎，所以那胡琴太子气，他们脑袋身上想马警长，你要听什么呐？我给你唱个四奏调好吗？4调我不要听了，4调我也会唱的。2月一怎么走楼上啊，打个好先生啊，连腰那个瞌睡子啊，又上个来了。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听的？不听呢。哎，你跟我来一段，要好听的，要有点个意思的。我给你来个全副家都好吧？好呢。哎，好的，全丈夫不要赌气，这个有意思的，来上。那么我就唱起来了。家在那地方中啊，去呀姑娘，我是手抱一个娃娃，我要劝丈夫哎，我劝你丈夫不要赌，为自由，你再要赌死，将来一定要哭。咋天子哎，输了那洋钱有2步一个欧哎。相反吧，你今天有数别步啊多哎，家里头又没得要钱数，有的是一个的马草娘，又要烧饭时又要点铺哎，床底下还养了一头猪，为自由，一天到晚当昏啊都。我劝你丈夫不要赌娘，杀气到你偏要赌。我要剃头削发，记住你姑娘，让你光光没得老婆。为自由，杀气到你裤子破了，哪一个来跟你赌？哎呦喂，好小娘，这个老婆真是聪明啊！乖叫哎！哎呦喂，姑娘啊，你那么聪明，你怎么别的生意不做嘛，做这个工人呢？没得别人呐，我从小把鬼子拐出来的呐。家里头还有人吗？大姑姑不在家里呀，从小就出去当兵了。
你姓什么？你姓马。你太太叫什么名字？你太太叫马福锦呐。你太太叫马福锦呐。no， 哎呀喂，你大姑姑叫什么名字啊？你大姑姑叫大个子呀。哎呀，大个子。就是欧娘，哎呀喂，大姑姑啊，哎呀，小狮子嘿，龙子半夜介绍两个的兄妹的，眼睛大子妹妹去说声，那么一个姑娘就是出去，一个姑娘也是红康，别常当为大子就说。刚才我们大家欣赏的是蒋云仙弹唱的《逼唱堂会》选段。从荧屏上我们看到，蒋云仙非但书说得好，而且是相当的会表演哈，刻画的人物非常成功。他用多种的表演手法，使人物是活灵活现。比方说，用眼神、形体呀表演来区分男女老少啊，又用声音的处理、音量的高低急缓、声音的粗细大小来渲染人物的一种特性。那另外呢，我觉得蒋云仙的方言说的也非常的好啊，像常熟话、什么苏北话、北京话啊什么的，都讲得非常的地道。讲得一点也不错啊。那么我对三老师还是非常的了解的。伊拉第三音乐当中呢，虽然谁也就能讲哈，也可以不理解流利的普通闲话，但是呢，又不是普通的一般的闲话，是一带有北京精味的普通话。京片子。对，这个对一般的平台语言来讲是有难度的。那么至于其他方言啊，苏州闲话、湖山闲话、常州闲话、宁波闲话、绍兴闲话、扬州闲话、上海闲话、浦东闲话、为四川闲话、山东闲话，哎呀，侪是呱呱吃的。你说起来，整个发展是一家头上实事。他是大家发展新的，就请到一道来欣赏由蒋云仙弹唱的第三音乐《错在送别》。樊先生，你到了杭州以后，还会想起我们这些老朋友吗？主要是想，那是我不大会想着，因为我心上想有缝隙了，哎呀是了。当然是要想你的。那如果想念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什么什么？你前几辰光嘛，他张照片呀，留个纪念呀，你太让我包含了你呀。分析的外叫这个心上想，不能了，你想不上么那套照片。想你的时候不放肆的，好的事情有真比例呀！哎，我们彼此同心，随口叫想你之可无了啊！是啊，通信是个好办法，不过彼此通信只能看见彼此的文字，就不能看见大家的面貌啊！这个林子彩色林子啊，为哪清爽？不能看见面孔，根本的太阳太照照片，马上就还看见面孔着了。不能看见面貌，这是一个缺陷，但是不妨事的。好的朋友交的知己，我把眼睛这么一闭呀，你的面貌虽在我脑海之中了啊！有那个从阿嘎里个莫林出嘎里个世界。这个样子让提醒来，你分析的他张照片呀，起初他已经要进山子呀，也得错在，那么后些就想，千人嘛这千人的，不办法子，这八个里夫妻林子嘛哪办法？范先生，我这儿有张相片，照的不好，不过你带回去就留个纪念吧。这张照片根本你们非照了那么领清楚。原来那样我开门那他张照片，哎呀，抱歉，我为他分享了，都是好消息，我带回家中一定好好珍藏起来，留个永久的纪念。的起初马正后错在里进来，官家妇女等得急得不得了，哔哔，科技不错之进来，来当时是非照哔哔。也是一部新的灰颜色的汽车让进来。爸爸，这辆车是谁呀？这辆车倒是不认识，不认得。汽车啪顶下来，就是开车门，打出车厢，真是为抓住来，你上去嘛，你当心点呀！介绍你手里个干后移动盲针，眼个里
一别，却只2-3个钟头这样。我个移动对猛，真是口眼里想擦一别别进加油！像云端上飞飞烫了还呀，都比我烫接头。哎呀，粗心大意，吃苦头喽！哎，第二个对，我一杆别进去，眼睛一眨，来不及变啊！围住你起一口，再看见外教子，拉上车厢里踩踩位，年纪轻轻，标标致致，漂漂亮亮，登登洋洋一个大姑娘。哟，爱特这样。发梦送新式的一套，一出日本神然之个阿法，来来精油结巴时尚，带着西北岸的眼阔手面把火，别出心在野手时装，一副印度金刚手耳环，把镜掀开显出亮光。再一墨西哥丝绸几瓣，颜色大地淡黄，头儿一个花边扩大半层衣裳。英国伦敦来个黑的红花披肩，四周围手头琳琅。3是个水边，写得了口不大清爽，手里是个水镯，大大比不微了，再上美国好莱坞手一丝嘛，不得嘞！牛这样露出2只大胖，却是美头高的3股分掌，哎呀上当！一双意大利的干根皮啊，3根背章，别同夹根不还有望。水里向拿着德国文笔笔板，口上装的是比利时的蛋黄，阿拉伯开火酒队也得德国四方，法国玻璃相似，沙德纹身，富裕芬芳。世界许多渔民去个国家，在那里一个是个新郎，正是为提倡养好个周家，当德国后个大王。关瑞峰一看这个样子洋炮的写脚，你那哈哈上去呢？反教这个人平易近人，不高兴。但是你自个觉得好受想，孩子，这怎么办呢？咱们上去可不方便呢。关系狗一看嘛，哦，今朝沈凤喜打扮的是个漂亮来送礼在，看错这个人了孩子。爸爸，那这样吧，我们买了2张火车票，上车上去送他，你看怎么样？驾驶也大概为啥要付半头，那么你送大风的送狗一人，娘里。后车开，后车，那么你去打非交是办的。这个办法好，那我来去买票。来来，脑子动力们大概的来买票，买3等车票。这个辰光了，对等车到3等车在关开的，买对等车票地方是500几个人，3等车票的地方是干得不得个了。那么这辰光不讲跑台的，大家讲起来。起来头谁冒着，起来下挨冒着，不起来冒不着。关瑞风向来当我讲起来嘛，来是讲啥？我拿出来就是毛球头个呀，起来叫得来。对不起，让让，我买票，我买票。大家这还娘，来搿搭里向买好2张车票，等到回出来嘛，回到侬个的。孩子，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这就进去吧。哎，好。那么父女2个的准备进山。这个辰光前巧是个开车快的高峰时期，青丘旁一山浪浪松开呀，来是乌四海四面北方有2个浦东人汪啷汪啷活龙3百响。哎哟，杜老板侬要送呢，我要上车的。啊好啊，搿侬等了点白不等啊，你好，为啥都要回到浦东去？哎呀，浦东嘛屋子高屋里向呀，对吧？有句老话，金库人库不有理够苦呀，对吧？哎呀，搿么阿好啊，侬要回到浦东去上生意嘛，到底有办法？阿好上生意嘛，总归有眼苗头啦个，对吧？哎，实在没办法嘛，我去做老本行的。阿好啊，搿么侬这个老本行做点啥么子？我这个老本行讲出来，别过有眼塌帮啊！啥叫塌帮呢？浦东人推对了叫塌帮啊！问那个呀，你自家人我好的，有啥要紧了，对吧？侬到底老本行做点啥？我这个老本行嘛，都需要原地妈妈上林呀嘛上林啊，叫他妈那个妈们啊，哎呦哟，是啊，不是啊，侬哪能来了火车站了马去上林来的？侬这这儿是侬穷黑了呀，我上路懂了的。那么给大家说外语有2个杭州人了，张先生、李先生。那么我不送的了啊，你到了杭州写封信来，我晓得的嘞啊。我就非常感谢啊！那么今年3月份的时候，要不要到杭州来啥子？我来了，我一定要来，我把爷爷一起带来，好不好？好，你到杭州，我给你安排
你就住在这个西屋的旁边那个公务旅馆，好不好？我早晨呢，我陪你到快阳宫呢，请我下包肉；中午我陪你到紫阳宫，请我皮儿葱了。你看好不好？哎呀，莫老老好的嘞，我家你的了，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哎，你不要送的了啊，不要送的嘞。哎，我有两个山东人，娘能的里上分别。娘，你也不要走啊！你走了，俺一个人在家不自在。孩子，你别哭了，你要哭死了。娘没有办法，俺到上海我去找了人家，哎，我要挣了钱呢，我把钱寄到家里来，你好吃馒头。俺不要吃馒头嘛，俺要娘。某的人又反去也去娘，这个人光身上我交关困难。这个娘是预备出去帮人搞的呀，孩子别哭了，你要哭死了。关于姚能俩搞的是上周人，爹爹，你买个的包噻，你快个的来噻。你这个小老夫听说闻，我喊你说个闻，出门出了么车第二个高跟比挨啥？外资不了啊，好从样干了啊！爹爹，我不好了，爹了。我高跟别弄个的玩，真作孽了。这个人光个三姑娘，实在来日不够，高跟比较抓不来个，把到后车的这是高跟比较稍微本得快点刮拉的，高跟别特子。那碰到现在80年代个大姑娘子，好要地我的了，这是高跟比较过，不得来这个灯呀来了，啊是时代不同子。一个小姑娘高跟别特接上人子呀，你这个小老啊，高跟啊不了哇，你个老啊不好嘴里哇。我喊你到妈妈头上出去吧，这是到妈妈头上乞丐。还有两个是绍兴人，小绍兴，我不要送在，俺要上车子。老绍兴，俺送我了，我想了，我到回到绍兴去，我做说个剪的，我说个剪的不好做了，给算我了，可不为我上我，对不对？前面一里不如我来，我信我回到绍兴去我。个老绍兴，那回到绍兴，那做说个剪的了，我要老兵啊我去说学不会，说完我学不会，也让你有在了。我个老兵啊不谈班，我唱绍兴多班哦，对不对？别人过是6灵动7灵动，我是5灵动了。哦哟，看了这个老绍兴红来呱啦啦，帅哇，我看不清哇。我年纪现在多么多，我个基本功不认识，侬晓得吧？我个上次还是呱啦啦个好。咁老绍兴，我倒听听看，我给绍兴多标，谁会唱得出？说个闲话，我来上不多听听。听声信他去了，好的。哎呀，我想想那个老绍兴，我不能还是这样子，给那个胡超人了唱起绍兴多标了。小菊诺叫我试上字啊，对不对？我上侬当在了。还有两个负责人，张先生、洪先生，各位你们上错了，我们不送了。你搞得真怠慢你了，你非动气啊！好了喂，你真客气的喂，你这的是真周到的是吧？那么我这的跟人家要来个啥，又来过。你明年来个人过吗？我一桩事体要包托你了，啥个事体啥？你当个大兵，我里夫是个外太后啊，我里夫是个头菜，为啥讲个男人们就好多啊？是啊，个男人们就讨人欢喜多啊！你当个大个出席，个关公，个官兵，个九错。好了，你别豆腐代表，那你们。我上东上铺个的喂，上各个坡西上的完了讲个到出来你们喂，都打两个是小月小只有5星，那个是小儿子5星，我打到打里喂，本真正打得来搞你不晓这个后头两个真正啊，就没外打上处轻轻快，无处乒乒乓，轻轻快个乒乒乓，打到这不经的哇，刚开了可么好了，5星个得可了个了。小夫是这个5星嘛，都这个没得句嘛，你该要讲个道理，我带你打得来，关公关兵就冲，轻轻快乒乒乓，打到北京刚开过，好了，关公得不了，说你个说我个说，关公不是个头是到底不得呀，关都真正来人这一帮人了，好了，别了。
哎呦哎呦，你个人真不经得一个50咋上你啥咋看我？你不打么子不打的喂？好个，那你们不打，当我打的吃个么子来了？要米今日过来当我打的来了还是啥？哎呦喂，要米今日过来当味道真好的，一个三凤脚个肉过来是真老的，真香的，真瘦的。你要晓得个，一只么子么垃圾公鸡乖，你听你是吃啥个要米今日过来一双，你哭嘛？我就引导这个上山，我先走个。我当你打有没真肉过来，来着这个有这怎么能说法呢？叫你办，我难为人，不叫你办，我心里难过。跟那你是姑娘说老实说我，好嘞，我不要办的我，好嘞，不真的一个你真好嘞。哎呀，好嘞，啊，别打了啊！哎呀，别打了。关于2个上若人，张先、李先上若人了，个3日几乎这个。张先生了，李先生在这还张先了，李先一个介绍。那么我们不送呢这，那么是干呢？那你到北京总归要2个，我要2个，你让我有办事去个呀，总归要2有事体。那么那2个人光我突然这，当我打点么子，啥么子弄？接着打啥定安这，我里讲这个梧桐花线15块，我不要这呢啊！现在人光在吃石木东，还要是木东花线了那样，我男人搞打着木东花线，哪能包得吃开家不高兴？根本是干呢？那到幸福是开包一打，走啥了？当我打着龙毛无惧，其他那人开心，不是人开心，这样个样，我屋里养个，哎，敬爱了，很爱了，啥个你打爱了，我才有个，我就是出着龙毛无惧，才能当我打一只来，不打，其他呢？上趟翁先生叫我打些狗子，我打着龙毛无惧，那反晓得你这小乌龙呢，我真难为情。后初上向大家来考察，有这啥么子叫啥蛮我，跟我里只乌龟啊，这个都里只乌龟哪能山浪向有毛个家伙啊，哪能落汪汪的？我个里只谁叫龙毛无惧我明解我，那个都蛮我吃了啥账户，我吃了我的账着个。现在个都小了，一出这人管饭呀，叫啥呢？都站着哪能吃里表老几下死人，赶紧站着人家难为情，这个不高兴。他们是个龙毛无惧好吃开个，不过哪能个难听想不高兴这不打这。还有一对15拨人，夫妻俩搞的让人分别。哎，小崽子妈妈哦，车子要开了，回家去喽。小崽子爹爹，我晓得了，你要当心呐，你身上还有180块钱呢。哎呦喂，你不要说了，不说没得事情呢。我把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不动跳起来了，你晓得吧？哎，小崽子爹爹，你要躲在我的时候呢，旁边这个篮子里头啊，有木头呢，还有菜麻花呢。我晓得了，我会吃的。小崽子妈妈，我跟你说呢啊，你回到家里头，这个麻将牌好不要打了。哎呦喂，猜在小麻将呢，我家呀引起。哎呦喂，小麻将，这打牌总归不是好事情。一打牌吧，下子都不过了，城里事情都不做了，是吧？哎，跟你打牌的几个人，一个小狗子，一个小骡子，都是半吊子，要抬你个瘸子干。是呢，他们都抬我瘸子，我是你不晓得，你怎么会晓得？你想我偷了吧一个人，你会晓得呢？哎呦喂！那天了，我回到家里头，你们在那块打小牌，你在旁边咚钟，苗头一夹就夹出来了。哦，就说草木匠跟2个大字不上了，草木匠人光带夹子当之后啊，他们怎么谈我瘸子呢？你晓得的？小骡子把个鼻头这么一摸，他要个什么牌？鼻头一摸，我晓得嘞。他有个红绒，对耶，你聪明呢。他有个红绒哎，他这个鼻头是红彤彤的，在屁屁当中嘛就是个红肿哎。好，观众朋友们，这一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下周同样时间第24期的名家名篇赏析，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姜文兰弹词专辑。好，下周我们再会。观众朋友，再会。